大家好，我是书记学院的。今天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台北。今天不用上班吗？要上班，所以还是要戴口罩，是不是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铿锵来哟！哇，大叔看起来这个自拍的手势非常的熟练哦。大家好，我是书记学院的。听说大叔很喜欢冬季的运动，尤其其中有一项运动也要跟大家来分享，对不对？那大叔喜欢去哪里做这个冬季运动呢？얘기하신 대로 제가 스노보드 굉장히 좋아합니다. 像平常我喜欢在冬天的时候呢玩滑雪板。滑雪板，还蛮特别的哦。那想要体验滑雪的话，通常大叔有没有推荐给大家可以来到韩国的哪里呢？스노보드를 타려면 스노보드뿐 아니라 보드까지 제가 탈바보드 추천해드리면 한국의 강원도를 추천해드리겠습니다. 如果讲到滑雪板的话，要滑雪一定要到我们的江原道这个地方。那么呢，只有听一件吗？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啊。是，好了，我们这个号码，二号提示，你最喜欢去旅行的国家是，根本就是送分题了，请问是？没有错，就是韩国，掌声鼓励！哇，答对了，马上就可以获得合照一张。哇，大叔好贴心啊！我们本来只说好只有拍立得，哇，好近哦！恭喜！一直跳，一直跳，一直跳，一直跳。来，这位粉丝，今天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台北。今天不用上班吗？要上班，所以还是要戴口罩，是不是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铿锵来哟！哇，大叔看起来这个自拍的手势非常的熟练哦。好，一样有他这个忧郁的皱眉。好，谢谢我们这位朋友。